讲到这粒河腺癌是全台湾10大癌症死亡原因排第5个。传统的挂粒河腺整流手术做了后，患者将有可能会有闪尿的问题。即马高雄重建利用新的无压法手术，会当降低开刀了后爱穿尿珠的风险，也袂去影响到这手术的效果。因按算伫要伫个泌尿科年会发表这个成果。But I do miss my testosterone, you know. Yeah, I know. Yeah, as a man, you know. 开刀的病人回来病院，互尿科医师详细问诊。这位63岁对美国来的杜哥是屏东的海华巡逻员。伊去年因为高叫放叫未顺来病院做检查，才发现是高风险的局部侵犯型粒河腺癌，造成伊伫咧生活甲做工课的困扰。伊接受上新的无压法粒河腺切除手术了后，伊讲即马生活甲做工课拢恢复正常。我尿尿的时候很痛，我不容易尿尿。我做的开刀的时候，现在我的生活 OK， 我可以工作，还有塑料。王洪仁副教授指出，因为民众食食的习惯改变，这几年得粒河腺癌的男性年岁有降低的趋势。病人会因为放叫未顺，或者是高叫等等的镜头来互医生看。不过传统的手术了后，有50成的病人会因为漏尿需要长期穿尿珠啊。新的无压法手术就会当解决这种困扰。无压法就是甲咱粒河腺周围紧叫的这个括约肌的边仔的这肌肉。这韧带，甲保存起来。那传统的方法呢，紧叫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组织拢有可能会伤到。高雄中科病院分析，这一冬来接受新型手术40位病人内底，超过一半开刀了后，叫着发度紧好调，半冬了后成功袂搁再漏尿、闪尿的比率就超过90成。医生进一步表示，早期局限性粒河腺癌切除治疗是有机会好利的，少年的查甫人嘛就爱斟酌。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。